后来乡亲啊，你有听过准备性的职业场所无？这甲一般的职业敢有啥物无共？内险基金会就是针对经济弱势、受家暴的妇女来提供这种的服务。为心理的咨询到就业训练的辅导，拢有一套完整的标准作业程序。咱就来看受暴的妇女安怎伫内险基金会协助下，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。还好吗？怎么可能这样？向家暴的太太内险基金会社工带伊离开，人身安全无问题了后一步，就是帮忙因培养一个专长。在这个暴力当中所遇到的这些的问题困难，那同时也提供这个就业的一个机会，那希望也透过这个有点类似一个职能治疗的一个方式，然后也有一个经济的一个收入。一般向家暴了后，加减拢会无啥自信，甚至无法度正常生活。内险基金会先互因入去工作室，学做糕仔也是饼。亲像捌向家暴的小丽，勇敢的离婚了后，伊足感谢志刚一路的陪伴。遭到前夫跟踪，拿刀对我进行割喉。台湾没有亲人，这只能联系立讯社工。社工陪我走过一段很艰辛的日子。内险基金会嘛特别感谢汇丰银行投入1029万的资金来帮忙因的弱势妇女就业，还阁有经济独立的计划。唔那是提供短期的纾困金，嘛帮忙就业的辅导。这个亲像虽然是落雨，但是有人借雨伞互你，帮忙因家人生的主导权找回来。